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阿明詹伟民。咱讲全国的劳工朋友啦吼，5月初就是咱劳动节，你敢过了好啦吼？有一份调查吼，针对劳工这个部分吼，讲爱上班这日子，劳工平均吼困这个6点7点钟啦吼，大部分劳工都感觉无够眠吼。那么看到讲有6成8这个劳工嘛表示讲吼，这个因的手机啊，24点钟都无法度来关机啦，拢讲吼上班时吼，就接这个主管的这个手机啊。 下班时嘛是同款吼，爱 stand by 啦吼。另外，佫有这个9成2的这个吼上班的人吼，捌下班了后继续伫遐处理工课的这个代志吼。逐个月咱安尼算起来，讲爱12点半钟咧处理这个公务吼，等于是这个20工，你若是一个月做工课安尼吼，加开40分钟吼，一工爱来去做代志啦吼。所以咱要讲着差不多有11派的人认为讲吼，这100%有够忝的忝啦吼，伊这个肝吼向行都已经过了吼，有即款这个感觉啦吼。 全身躯上的就是肝啦吼，嘛有人讲吼，这个8成3劳工家己认为这个困眠无充足吼，等等这个问题，啊，佮有这个食食这个部分，4成9的人拢认为讲无正常来去食啦吼，所以真正省断着规个这个劳工的这个部分吼，咱嘛看到这个工作压力来源到底啥？ 哇，工课量伤大啦吼，啊，真歹去甲减少，有当时啊是咱讲吼这个时间绑伤长啦吼，歹去甲缩短啦吼，啊有人讲哇，可能是毋是我家己表现了伤歹吼，也佫有2成5，另外担心去互裁员吼，啊有的人是讲哇，主管吼定定甲你刁难吼，去互骂等等吼，啊咱嘛讲到工课场吼，这个高压的这个压力吼，真正是咱讲台湾可能这个爱去来去豆豆去改吼，虽然咱讲吼这个前5名这个部分医生。 伊就爱冒着风险吼，替人去看病也好啦，这个咱讲手术也好，所以伊这个压力真正真大啦吼。另外就是咱这个消防人员啦吼，警察嘛是排着顶的。另外就是吼，亲像吼阿明这款的吼，做记者啦吼，做新闻媒体啦吼，嘛有差不多3成吼，遮尼大的这个压力啦吼，有影压力真大啦吼。咱个第5名就是咱这个技师，尤其咱看到讲吼，最近吼，咱的这个台湾一直逼吼，咱讲这个本土案例吼，技师伫外口真正着。 真艰苦，真辛苦，所以咱嘛爱体谅这个人员吼。但是总体来讲，咱的这个劳动环境到底有安尼随年来去做更较好的这个表现无啦吼。咱来看讲吼，即阵有一个吼，这个咱讲保护着咱的这个劳工的职业灾害这个保险甲保护法啦吼。咱看到讲诉求这个专案法吼已经10外档啊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自这个4月23立法院总算完成着3读，但是咱头头讲到这个职灾保险法吼，是强调着讲这个单独的这个立法的这个部分吼，咱讲整体这个部分也搁爱真济讲这个主法来去做一寡这个配合，到底咱的这个劳动环境会当哪来哪好无？头个节目咱做回来对话。现在邀请节目顶所有来宾拢是咱的老朋友吼，第一位咱要邀请台北市产业总工会总干事陈小伦，小伦姐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第二，咱们邀请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执行长吴依玲。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咱们邀请文化大学劳动甲人力资源系教授李建宏。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透过连线呢，咱们要连线到这个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筹备会发言人这个苏碧豪，碧豪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啦，咱讲到这个日子对劳工来讲吼，真正歹过啦吼。咱虽然看到讲吼，这个可能职业灾害法吼来去做立法，但是讲这是当10外档，有人讲吼，这是政府送互你5月初劳动节的一个大礼物，但是有人讲这毋是礼物，这是咱一定爱有的上基本的，咱已经输日本吼差不多20档，咱过去已经产生这个职业灾害法等等这个部分吼，保障因的这劳工，咱台湾是安怎爱等遮久？毋过啦吼，咱嘛莫安尼骂政府，因有咧做，咱哪爱鼓励吼。但是安怎互这个法搁较健全咧？头拄咱嘛讲到啦吼，咱看到讲哇，这劳工压力遐尔大吼，3不5时啦吼，都爱搁接这个主管的这个电话，9成2这个上班也搁咧办公啦吼，安尼这个生活敢会正常吼？咱嘛做一个报道，先带大家做来看。
这个有国立珠江设施学历的工程师，捌做过科技业研发软体的工程师，主要是负责车牌甲人面辨识的系统。伫工作的压力之下，身体状况是愈来愈歹。去互医生检查，发现是糖尿病了后，先去互公司以绩效的理由来调部门，无甲2天的时间就去互自遣。虽然伊真紧就找到新的头路，却发现去抵着肝癌。手术了后，等去工课场，搁打不时去互头家刁难，果不离中只好离职。要离职的前一天。主管就跟我交接，他就说：“其实我也搞不清楚你在做什么。”意思就是说，之前骂来骂去都是骂爽的。这个科技专案管理师王铁，为着要达成分育基金的目标，牺牲伊休困的时间，兼职做翻译，嘛甲身体不好歹去。国外的案主，他可能他的时间在美国嘛，那可能变成说他会联系你，那所以变成说你晚上也要很晚都不能睡觉。那后来我肝指数就是有飙高。根据人力银行最新的统计发现，讲平日到上班日，劳工困眠的时间就6点7点钟尔，有8成3的劳工讲困眠的时间无够，4成9的人3顿无正常。另外调查嘛发现讲，伫智慧型手机啊、通讯软体、社群网站愈来愈利便的情形之下，有68.2%的人手机啊是属于24点钟开机待命的状态。而且有9成2的上班族，捌伫下班了后休困的时阵，继续用手机啊来处理公务。平均透过手机啊，大概月差不多是加用12点半钟的时间来处理公务，等于是变相的加班。这种科技产物普及化下之后的这种恶性循环的一个状况，官方是说可以用这种所谓的通讯软体的截图来申请加班费。不过我觉得实际上真的敢申请的这个劳工朋友，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的少了，所以可能是看得到也吃不到。人力银行表示，这一年因为防疫的关系，不少公司是用居家办公的方式。不过，资方应该更较明确来区分劳方上下班的时间，避免生活甲工课之间分不清楚。也若政府嘛要加强劳检，嘛透过法规持续来解决超时、无付加班费，或者是休困无正常等等的问题，才会当互劳工伫事业甲家庭之间会当平衡。记者综合报道。是咱头拄讲吼，劳工实在是歹做啦吼。咱看到讲吼，头拄有建议哦，伊讲吼，你若是传到吼，这个赖吼，这个员工写改吼，甲你 print screen 吼，甲你这个图吼，甲伊存起来，会当去告这个劳动局。但是一般人会去安尼做无？咱请苏伦水啊吼，伊讲安尼吼，真正是会当安尼做，但是一般人袂。但是要安怎避免讲，这个咱华语讲这个惯老板吼，惯老板的这个做法咧。正前真正新北市政府捌收到这个做这个采购了，就是讲1分钟，安尼甲你算讲你这个图我就甲你算1分钟，10个图我来算10分钟，安尼来甲算这个加班钱但当然啦，要叫劳工讲我真正甲你收集这么多这个那的截图然后赖 email 的时间然后我就计算讲我这封 email 回偌久，我了要处理偌久这基本上是当然无遮尔容易啊，所以基本上应该是讲透过，我若是有工会时，工会爱提出这个要求，就是讲，主管你应该袂使伫咧下班时间，搁做这个工课的这个交代你会当家提醒讲，明仔载要开会，这是提醒，就是讲你明仔载要有文件互我，但你袂使讲暗时7点互人，隔天刚早起问人9点就讲你做完啦，人敢免休困那对于讲这若伫工作时间以外，你搁共交代代志，你搁共喊讲爱共回答，还是讲迄人客户咧问你小共应者，吼，人客户袂搁继续问，这其实拢是超过工作时间以外，这拢是工课之派，这应该拢爱算白加班，拢爱算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因为爱安尼处理这个公务啦吼，所以我逐工吼都可能开这个加40分钟，安尼一个月算起来12点半钟啦吼。所以咱嘛讲吼，是安怎困袂好，这嘛是一种职业灾害啦吼。是，所以咱看到就继续请教这个执行长吼，职业灾害这会当安怎去甲咱讲吼，这个新劳要去甲这个主管也好啦吼，去甲伊提醒一下，甚至我要做一寡吼向劳动局来报备，安怎的动作会当去执行呢？其实咱台湾的公司是已经是咱世界第4名的这个就这么长的公司啦，所以讲咱是过劳之岛啦吼。那一直来讲，咱做一个劳工，伊咧因为伤长的工作时间，害因讲会定定讲，对啊，咱咧讲
爆肝呐，吼，其实咱来讲过劳，这个就是讲咱脑心血管的疾病，就是讲咱若是讲变脑筋啊，无就讲咱的心肌梗塞这款的吼。啊，其实咱袂当讲已经发病了，啊再来去讲较来反应，其实拢袂赴啦吼。所以其实我嘛是会建议讲劳动朋友，若是讲你的工时实际上是拢足济安尼足长的，啊你家己无法度讲，因为无工会会当去来讲吼，我会当建议讲会当匿名的去劳工局吼来甲讲，咱公司是啥物情形，啊，可以来做劳动的检查。啊，安尼迄个头家嘛知影讲，其实咧劳动局会来看吼，啊，所以嘛较唔敢去做遮个代志。嘿，啊，所以讲其实因为咱足济是咱小的公司啊吼，啊，所以因嘛足唔敢讲啊，那是向来去检去的。啊，我是会当建议讲，拢大家当用匿名的方式，然后来甲劳工局讲，这个越细节越好，安尼较在啊安那查。是啦，因为咱台湾拢是这个中小企业为主啦吼，所以咱看到讲一般的人真正唔敢去讲吼，惊讲吼，这个也是去用查到，我就去用石头咯，等这个部分吼。但是你要保障你的这个权益，吼，头拄啊，咱讲执行长讲的吼，可能嘛是一种真好的这个建议吼。但是咱嘛讲吼，这个头家辛劳这个关系有好啊无好啦吼，这嘛是一站吼，这个部分爱去注意的吼。所以咱头拄啊讲到，真正咧保障的吼，有咱讲即阵吼劳动的这个权益有咧大进程，但是真正要落实，还有一段距离。咱嘛讲劳动检查虽然咱是会当吼。叫咱的这个政府来去做追查，但是实际上吼劳动检查这人力嘛是一大欠，咱过去嘛有讨论过，继续请教教授。是，咱这劳动检查当然咱讲希望伊会当搁较侪这个人手吼，会当公务人员当来去加强啊，但是实际上咱就是劳动检查人员无够，是，啊无够就害着这个真侪劳工伊的权益受到损害。OK， 啊，所以即摆这项灾害保险法会当通过，其实是相对来讲，过去无这个专法，啊，即有这个专法，相对来讲，我是感觉讲这是一个进步啦。比如讲，我感觉伊上大家来讲的所在，就讲第一，伊扩大增加这个保险的迄个劳工人数。是。因为过去这依照这个劳保的条例，吼，你5人以下的这个小公司是的员工吼，头家。无一定爱替你加保啦吼，但是即阵爱强制啊。啊，即摆这个专法通过拢爱强制。是。啊，过去这个因为这一寡义工，尤其是做这个看护，看护义工，伊其实无使用这个劳基法。是。啊，无使用的时阵吼，其实伊就无这个灾害保险吼。啊，但即摆这个保险法通过了，伊这义工嘛是拢爱加入。是。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相对来讲。增加这个灾害保险的人数，这是一个进步啦吼。是。啊，第二就讲，总是希望伊会当增加这个灾害保险的这个费用的来源、经费来源吼。啊，来源增加以后会当好啥？这个灾害事前的这个预防灾害。啊，然后事故发生的时阵的处理， OK， 啊，事后的这个职业重建，拢会当建立一个更完整的这个体系。是。啊，这拢需要钱嘛，吼。啊，希望讲有这个专法通过，伊这个保险的费率会当增加。是。所以，但是这费率要增加到偌济，这变做讲是，我认为讲专法通过了后一阶段的一个讨论的焦点问题。像讲，头家总是无希望讲落个这个保费嘛。OK。但这个保险法是。拢由头家来出钱的吼 ，OK， 这劳工无出钱的吼，保险费无。是啊，所以我是认为讲通过专法真好，但是后一阶段到底这费率会增加到偌济，靠足够的这经费来源，会当来甲头拄讲这体系建立较愈完整，是，或者受到这灾害劳工朋友会当受到更加保障。这可能是后一阶段爱过来讨论的所在，就是讲这个费率的这个讨论哈，可能是这个后一个阶段。咱们讲到4月23已经通过这个职业灾害保险法吼，咱讲对这个劳工好，还是讲头家也好，拢有保障啦吼。咱头拄嘛讲到吼，过去是这个5人以上吼，爱强制来去保吼，但是即阵咱讲迄当阵吼，这个4个人以下的这个部分吼，这个头家对咱讲，我决定要保还是不保，但是即阵拢是强制吼。啊，咱嘛有整理到一个报道，先做来看。护法制定通过。
立法院长游锡堃宣布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加保护法草案3读通过，全国10外个劳工团体联合组成的职灾保险单独立法推动小组，透早就亲身到立法院关心，要见证这部推动10多年的职灾保险法已经通过立法的历史时刻，跨党派经济立委也来支持。纳保的范围里面放进了家事移工，最后甚至连这个照护的补助，其实我们都把它给放进来了。雇佣关系并不是这么明确的，我们也都把它纳入在保险的范围。我们就算完成3读，这也只是迈出了一小步。后续的落实才是更加的重要。劳团表示，职灾保险对劳工或者是雇主拢保障，其中扩大纳保范围，4人以下小公司强制纳保，有个新增加33万劳工受惠，投保薪水部分提悬，投保薪水上限甲下限，有个雇主负担每人每个月加增加27到57块，佮提升非典加薪劳工职灾保障，另外也提悬伤病补助，是发了调整做2年拢是平均月投保薪水70%，加4年年金，新制会依照4年程度，按照平均月投保的薪水给付。这部法案过了之后，还有很多相关的执法必须去完备。我们职安连线会一本着初衷，会强力的监督这些相关配套的措施，让这个法案尽速的落实。职灾保险法礼拜五3读通过，除了即马已经加保职灾保险劳工以外，佮扩大职灾保护网，提升新增加33万人，应立即保障1100多万劳工应受惠，也是伫5月劳动节进前，互劳工上好的礼物。记者综合报道。是咱头头讲到吼，这个送大礼，唔知吼，对于咱讲吼，这个所谓这劳工朋友，这个感受是安怎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新形态这个非典型的这个劳工朋友吼，也有这个外送平台这个吼外送员吼，咱即阵要来邀请这个外送产业工会吼周碧慧这个发言人吼，即阵伫咧台中吼，讲要成立这个工会啦吼，咧做这个周碧吼，你安怎去看吼？咱头头讲吼，这个头家辛劳这个关系啦，有人看到讲过去吼，Foodpanda可能是一种头家辛劳这关系，但是伊拍这个先遣部队吼拍落去，咱讲开拓伊这个版图了吼，买手，伊讲哇，恁是冒失头的啦吼，啊，即阵咱安尼去看讲吼，即阵关系啦，啊，若是讲这个职业灾害保险法吼，对恁有啥物款的这个保险路？咱先来请这个碧浩。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即摆对阮外送员来讲，主要有的保险就是外送平台提供互阮的商业保险、意外险。这是伫顶年吼，伫台北市外送员相关的主体条例内底定出来，所以讲对阮来讲是真大的帮助啦。但是职业灾害部分呢，阮希望讲会当搁较好，所以我嘛真积极咧争取讲吼，有职业灾害法可以纳入。啊，阮即摆真兴盛讲，有听到讲，立法院已经甲职业灾害法通过啊，啊，对阮来讲是帮助真大啦。阮希望讲，未来主管机关会当搁定对阮来讲搁较完善的一寡立法，啊，像讲保障阮外送员的最低薪资，这个对阮来讲真重要，还有保障嘛是还搁提悬安尼。哦，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职业灾害来讲，咱看到讲可能这个外送员吼，伫咧路里爱拄着面对的吼，可能交通事故真济啦吼。所以你感觉讲这个职业灾害保险法内底对你较有保障的，到底伫倒位咧？主要来讲，以前阮若要投保迄职业灾害，阮一定要加入职业工会来投保劳保，但是有真济阮外送员的朋友无在调，可能无愿意，若是无在调，也是讲伊有正职的工课讲，所以无在调加入职业工会。啊，即摆这个新法真好的所在就是，你毋免加入职业工会，就会当直接甲劳保局投保。啊，对阮来讲是加搁足方便，嘛加足有保障的。是。啊，而且保费搁真俗，对啊。啊，对阮来讲较有保障安尼。是啦吼，尤其咱看到讲这个外送员可能吼，这个日时有一个工课，啊暗时可能去做兼的啦吼，所以咱讲会当透过这个职业灾害保险法，你家己开始去投保，啊负担搁袂遐尔重啦吼，所以咱看到讲真正对这个外送员吼，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支持因的这个一个方式啦吼，啊透过这个保险法，咱讲虽然咱已经
落后日本真济啊，但是这是上基本的吼，对劳工的这个保障吼。咱头拄嘛讲到，4个人以下吼，这个公司啊强制来去加保啦吼。啊，咱讲受惠的这个劳工差不多33万吼。另外投保的这个薪水这部分嘛有关这个投保的这个薪资的这个咱讲上限甲这个下限啊。咱讲吼过去是11000外块啦吼。另外咱讲吼过去是45800外块，即阵改做是7万外块啦吼。所以每人吼可能这个增加27到57啦吼嘛，提升着咱头拄讲非典型的这个部分，这嘛是代表这个咱的法的这个进步吼。但是买手还因应的法，主法还阁真济哦，继续请教小伦子啊。主要是讲这个这个灾害这个保险的通过吼，有几啊重点。第一就是讲人会当参加这个保险的人变多啊，除了政府拄啊讲的迄33万是4个人以下的，即马若阁加讲拄则教授讲的吼，迄个义工是阁加拄啊讲的吼，这上重要就讲即马像这个吼外送员吼，伊会当直接加保，无需要透过这工会加保。你若有这想法，你要人加，你加保你就加。当然这费用伊家纳啦。你若但是总是加的人数会变多，嘿，所以第一，希望大家对若感觉讲你这有风险的吼，这一定爱保，这是第一。吼钱无介重。第二就是讲，将这个投保的薪资甲有关的意思啊，你若赔就变多啊，赔出来这个给付就会变高，吼，所以然后过来就是重点，就是伫咧立法院的时阵啊，本来行政院是讲一年头一年啊，你来请的时阵啊，吼，你原个薪水无嘛，所以换劳保来付你这薪水嘛，吼，保险本来是付你头一年逐个月是7成的薪水，第二年5成，咱会想讲，我劳工就已经受灾害，所以无法度上班，所以无薪水，你即马佮讲甲我减7成。可能讲我7成，还是讲我5成，吼，不已经是行政院是比较早有计划，到立法院的时阵，有人讲搁较侪，所以即马呢有增加就是头2个月完全100%的薪水，吼，你若保受伤啊嘛，对，因为我受伤无薪水啊嘛，吼，所以我若保45800，头这个2个月你就是互我45800，后手第3个月开始再来减做7成，但是一般来讲，若讲基本较一般的这个算讲意外伤害，就是袂带因遐尼久嘛，袂遐尼久无拢无上班啦，所以这2个月来讲，应该保障就是所有的有参加这个保险的劳工啊，而且千几万劳工未来拢会当受到这个保险的这个cover，所以我讲应该说是全体劳工都受惠这样子。拢受惠啦吼。所以咱讲吼，过去伫咧这个咱讲初咧定的时阵吼，第一年每个月领7成啦吼，第2年领5成，你就讲我都已经受伤害，可能带院带2礼拜，甚至2个月这样。长的这个时间，所以我即阵立法院甲你讲，我100%互恁2个月这个薪水啦吼。咱讲吼，第2年本地当吼领这个50%的这个部分，咱即阵嘛免，咱自这个第3个月开始是7成，但是以2年为限吼。像这个失能给付嘛是吼，就较早用有残废啦，叫做失能啦吼。你若真正较早是讲，因为你投保偌久，用迄个年资来算。像这外送员，伊啊，少年变少年，嘿啊，我就是看他像迄个不幸过身的迄个108年过身迄两个，其实拢20通岁，迄个甚至下课减的做，然后伊参加劳保，敢有参1年2年还税无？你若要安尼来算，伊讲吼，我即互你的这个失能给付甚至吼，就对伊来讲根本就是摕无，所以未来这个失能给付就是按照你残废的这个等级。按照这个等级互你，你到什么程度？你是手还是脚，还是你爱完全还是部分？即按照这等级来，这就是未搁看你投保的这个年资啦，这当然嘛是保障这个受伤害的这个劳工，这嘛正介重要的一个改变安尼。有影吼，就是讲你的这个可能失去功能吼，袂当用这个过去的年资来去算。头拄仔这个小伦姐讲到这个案例，就是讲吼，过去这个外送平台吼有这个员工来去过往，因为这个交通事故等等，因真正是介少年，所以即阵袂当用安尼这个吼计算方式啦吼，用因适龄的这个程度吼。完全适龄会当投保到这个差不多薪资的这个7成啦吼，严重适龄是5成，部分适龄是20%啦吼，继续这个适龄的部分，咱搁请教这个执行长啦吼，咱讲像断一关这个镜头啊，甲一支手啦吼，还是讲一关手这个部分，伊安怎去按算？是，咱即摆适龄的程度吼，是为1级到15级安尼。咱若是讲较无遐尼严重的，像咱那手的1节安尼吼，那可能嘛是搁是算中用
一次金的方式来给付啦吼。就是付互你一届安尼。因为这个较无遐尼严重的，若是讲较严重的，像讲一节的，即手啊一节的，也是讲骹也是安那吼，较严重的，则伊的严重的程度来讲来互伊年金的20%、50%、甲70%安尼来算。毋过吼，其实嘛是要提醒的讲，其实这个年金是一直会当领。袂因为讲你去做头路啊，吼，因为咱若是讲部分的失灵嘛，吼，咱这一支手啊，咱开始领那个20%的年金。毋过你若是讲找着头路，伊是鼓励你去会当继续工作嘛。OK。啊，你若是找着工作，你这年金会当继续领，啊，你嘛是都有你的薪水安尼。所以其实伊的保障会较大，啊，一直领到你要退休的时阵，再来看你的退休年金做伙计算，然后合并请领安尼，啊，再做一个说，不能超过偌济这个金额偌济安尼吼，啊，毋过其实伊是会当做你为即马开始是终身的保护的啊，计算。有啥物款的例无？比如讲吼，这个过去安怎领啊，甲即阵伊会当安怎领啊？咱过去吼，其实年金敢若会当讲你无法度在工作，你已经是植物人这款的啊，终身无工作能力这款的，这款的严重的程度再讲失灵吼，啊到这个程度再当领年金，啊伊的年金嘛是都要按讲咱的那个用年资去计算的嘛，所以伊算出来有可能上就敢若4000块一个月安尼。那毋过那有未来伊若是讲到终身无工作能力的这种情形吼，咱就是领70%。那所以讲伊迄阵的薪水若是讲3万块，伊未来会当领逐个月是2万1。一直领到伊要退休的时阵，再来看伊的退休年金加入去，做伙做伙一起请领安尼吼。所以讲，迄个差别是哇，4000块甲2万1，嘿，这是足济差别。啊，有这个退休金尾啊，佮按算。对，佮按算，啊，佮去做一个减额啦吼。啊，若是讲有一寡人伊是佮会当去做头路的，咱会鼓励伊讲，咱会当复健嘛吼，让不要卖讲吼，一直咧拿这个保险。所以伊未来讲，若是伊的程度是到5000，啊，伊就继续请领伊拄则3万嘛，伊继续请领10个月1万5的年金，啊，伊过去伊的薪水可能是通做到3万块的头路，毋过因为伊的失灵的程度较严重啊，所以讲伊变成讲伊做较较简单的工作安尼，啊，所以讲伊继续领伊的薪水可能2万块，啊，加伊的1万5，伊会讲领到3万5的薪水安尼吼，啊，伊逐个月伊的个经济的保障会较好安尼，啊，其实我讲嘛要补充一个讲。除了讲咱即马有失灵的这个给付了啊吼，咱阁有一个是照护给付、照护津贴。若是讲伊即马咧住院的时阵啊，那咱常常讲爱去请这个看护来照顾，啊，这个钱拢是足重的吼。啊，即马未来这个保险嘛是会当讲伊会一个补助啦吼。你若是要请你若是住院的期间，啊，你去请这个看护吼，啊嘛是会当有这个补助的是这个金额安尼。所以即阵看起来，这个补助是介全面啊吼，要甲过去来比起来吼，真正。一个补充就是讲，因为这接灾保险是安那是叫头家纳钱，是。因为日后就是讲，若出这个灾害的时阵，我有头家你若有责任，还是无责任，不管吼。按照劳基法，就算头家你无责任，比如讲今日我来上班的时阵，伫咧路里盘迄个车号，交通事故，有可能，啊，只讲我即马伫咧上班，伫咧阮的迄个办公室内底，我跋倒，好，这拢有可能按照劳基法，我的头家拢爱缴互我薪水，搁还有我看医生的钱，我有需要坐客人家的钱，甚至我有需要其他后壁所有，这是头家爱付的。啊，但是伊会当用保险赔互我的钱来做抵免。哦，所以对于头家嘛是保障。所以这个法所保障的，若是有头家身度这个关系人，伊保护的是头家。哦，是头家以后对保险来插，你就唔免对家己的落地啊，搁添遐尼多出来。哦，啊，这个讲摕到是完整一个一份，伊是摕完整薪水迄份，这份薪水是由保险来出，都唔是由你的头家来出。所以这重点就是讲，头家唔免伤烦恼，因为第一，这保险的钱你本底就在纳，其实。较早的保险你拢有纳，内底都有纳这条钱，唔是新加出来。第二，这条钱所增加的这个支付加出来这个钱是为着互头家你唔免搁出遐尼多，所以简单讲，若是有头家的这
吼，头家先落的吼，头家你麻烦落，这是保护你的啦。所以咱会使避免到真侪迄个过去迄个歹头家吼，不爱讲保的这个部分。过去讲啊，你就莫来啊，买就换小个啊，咱就希望莫啊这啦。其实新的法有一个足重大的改变哦，就是讲咱过去咱定有看到讲。伊是虽然是新路，伊有一个头家，毋过伊头家就是无爱家己保，就是违反嘛吼。结果伊发生代志了后，讲保险讲你毋是阮的被保险人啊，无法度赔。以后是袂即个这种状况啊。以后伊的是讲，你若是能够证明讲你当时来做头路，你开始做事迄天，你的保险的效力就为迄阵开始起算。你毋免讲，你的头家一定要起来申报。你若无登记吼，其实嘛是会当，你嘛是这个保险的被保险人，伊嘛是若是发生代志，伊嘛是会互你这个保险的一个给付安尼。但是这都爱罚这个头家吼，伊无甲你保吼，继续甲你罚吼，继续请教教授啦吼。虽然这阵保障嘛是对头家一个保护，一个保护啦吼。过去头家想讲啊，加开钱啦吼，但是若是真正出代志，伊了的钱。加较上重哈，即阵是保护头家，嘛保护新路但是你真正若是无强制起来保，虽然这保险的卡吧，这个劳工这部分，但是头家是毋是爱罚较重咧？是，我感觉，这通过了对迄个，比如讲公司的规模较细，迄个小公司吼，是小公司这头家的帮衬上大。像说伊本只公司规模就最细，员工也无济，所以若万不哩，比如讲5个员工、4个员工。其中只要有1个员工出代志，是，有意外啥，伊若照即摆制度吼，哇，伊劳基法59条，伊爱付的钱真济呢，是，因为伊本只的迄个资金就无够济嘛，即摆有即个新的吼，即个在保险法通过了，其实就全所有人来分担嘛，是，所以对这种小公司的头家帮衬上大，毋过我甲讲讲。后一阶段，迄个费率到底爱增加到偌济吼？这是爱，因为这个灾害保险含一般的社会保险上大无共讲，有这个经验费率制啊。全世界都安尼，就讲照每一个行业，伊伫过去一个年度，伊的这个灾害发生的这个几率吼，发生的率上愈悬的迄个行业，伊可能后一年度，还是后2年度，伊的这个费率就爱增加较济。吼，但这吼，咱过去的问题就讲，有的迄个行业吼，伊的迄个发生率明明足悬的，但伊的费率无增加较济，是，所以导致咱这个职业灾害这个钱就无够。OK， 所以要有这个专法用效伫遮。过来讲，我看到这个规定讲有一个小问题吼，后一阶段嘛，讲好多这个一个进步中第10条，个人家保的管道啦，是，但是即摆。这咱一寡劳工团体朋友来争取，我感觉这真好，就讲以后这个专业讲前2个月，你若发生代志，是前2个月是用你的平均薪资100%来付，来付。这问题讲，有人对这比如讲外送员，伊家己去加保，伊的迄薪水不是嘛咧变 ？OK， 因为这个平台外送平台的片面变更你的迄个计算报酬方式啊。一定在变到时若万不利，因为咱外送员发生车祸几率佫足悬的。是。万不利这个法通过了，真正有一个外送员伊发生车祸，到时要证明讲我过去2个月我的迄个薪水偌济。只是讲伊咧投保的这个部分，是毋是讲依照咱即阵是上加是依照这个上加这个工资法24000来去保，上悬的当保到7万外。咱讲这个外送平台这个外送员，伊的这收入有悬有低，到底伊要老实去保偌济？这嘛是一个重点啦我这就是后一阶段，咱即摆劳动部爱去修一寡迄个执法。我感觉对这个个人家保第10条，这个真。特别这劳工朋友是应该有一个原则啦，即我个人意见来讲，要用从宽认定，从放较宽的，对，放较松的。比如讲外送员来讲，等下马上请迄个受理师傅来讲，外送员伊每一工每一个月伊的收入拢无共款。佮加上这个外送平台不时咧调整迄个薪水的方式，是。这伫这种是上重要一个问题。伊这外送平台讲，我含你毋是新劳头家的关系所以外送员要去摕到伊的迄个工资的记录啦，是薪水的记录摕无呢？因为记录伫外送平台公司遐，是，
因无受劳基法要求规范的。所以应该从宽认定。OK， 就是譬如讲，伊实际上伊走的单可能7万8万，这可能就是爱100%，若是真正拄着事故的话，爱差不多嘛是这个部分来去做支付。我讲吼，这对外送员第10条个人家保证，但好康去好着这外送平台公司。哦，真正呢，因较早爱 cover， 即阵拢唔免啦。OK。我真欢乐，吼，这我个人欢乐，因为考过迄个首理长伊嘛讲台北市即马新北市嘛在讨论迄个自主条例，吼，讲这个平台公司一定要替外送员去加这个商业保险，是意外险。即马因这个平台公司会讲，即马已经你有这个保险嘛？你会当第10条去个人加保啊。我感觉我爱甲你报安尼 ，OK。其实教授，这就是一个点内行啦。简单讲，因为自头啊吼，阮是希望认为讲要甲伊收得到，是要甲这外送平台这吼，放伫强制加保啊。强制加保，因为阮认为讲有一寡足特殊的行业，你已经知影讲伊的这风险遐尼悬。啊，虽然讲你莫讲伊是头家辛劳，或者是冒失头，种种一句伊的这灾害的风险就是安尼。啊，伊就是为着恁公司在送这在走在送。啊，所以这风险就是为着你做你的势头所带出来嘛。所以其实针对特定行业哈，特殊的行业啊是特殊的这个公司啊吼，应该劳动部直接甲伊公布，就讲强制纳保。这保卫就爱换头家来出啦，还是讲换公司，莫讲头家，换这间公司来出，还是换这个行业来出。自头阮是安尼希望啦，但是问题是吼，伫个立法院无法度安尼来处理，到尾啊才讲无从。自头是因无加保的空间，到尾啊，阮希望讲，互伊强制就是由公司来出，到尾啊就折中，无互人个人来自愿，但是互因会当加保，所以这过程就是阮讲，当然你会感觉讲，这风险应该是头家出才对啊，这钱就是应该这外送平台这公司来负才对啊，因为这变做讲咱。所有人咧承担这个外送员的风险，这是无唔对。在教授点的就是自头咧立法的时阵，大家有收到的啦，对。是，咱先请教配合啦吼，因为关系到因啦吼，即阵搁要成立这个工会啦吼，咱头拄讲的，这个保险吼，个人去加保，唔是咱讲吼，这个公司爱强制因来保吼，真正是好着这个公司。咱讲交通事故对着外送员这个平台来讲。真正是风险悬的这个部分吼，咱配合你安怎来去看咧？啊，尤其咱讲吼，这个哪来哪济参加这种这个非典型的这个劳工啦吼，加入这外送平台，你安怎建议？若是会当由公司来甲阮投保，迄是上好，迄是上好的情形啦。但是即摆公司即摆阮个公司的地位也袂定咧，到底是头家辛劳，还是讲无工课？拢也袂有较定，也袂定的时阵，那阮先由家己投保，我感觉嘛会当接受，因为保费来讲也无真悬。但是未来我感觉讲外送平台袂当甲这个进金完全交互阮的外送员来处理，伊嘛要负担部分的责任。那若是讲要负担偌济，我感觉这会当去讨论，是转保还是？报部分还是安怎个计算？我感觉这会当伫新法实施了，咱才再来讨论看要安怎收。一般来讲啦吼，咱头拄讲着吼，2万4是用这个上加工资来去投保啦。有的人就讲我投保2万4可能都有够，但是这是咱讲上加这个暗算。你若真正拄着这灾害，哇，真正是了真济吼，有影啦吼。所以咱搁继续请教配合啦吼，配合。你若是要报吼，咱讲2万4，甲即阵差不多7万外箍啦吼。你吼会按照你平均吼，差不多去送偌济，你就报偌济，还是你按怎拍算？那对我来讲，我会当报济，我一定报济啊。报济吼，因为你风险悬。保障较悬啊，因为外送的薪水来讲，这无一定的啦。有当时好的时阵，我可能一个月有材料走多，但是无材料的时阵，可能就走无遐多。对阮来讲，这是一个无稳定的情形啦。若会当对啊，这对于劳保局来讲，认定嘛真歹认定，所以讲我嘛希望讲有一个方法会当来协助阮的外送员朋友来做认定。OK。是啦，因为拄着即款的这个情形，譬如讲你是算行咧去薪水吼，可能去这个工会进行咧工会保的时阵，买保上价啦吼，就是要甲伊赌一个，但是咱讲这个赌的这个部分嘛是无
看你好啦吼，对着讲罗江后摆若是真正拄着这遮灾害，这情形嘛是共款。咱虽然有这个遮灾害保险法来去通过，但是这问题也是个存在。是因为应该是讲保险是安尼啦吼，你若甲实际上吼，去到这个公布了，你就看到讲迄个费率是偌济吼。你家算遐钱吼，你若去住遐钱，你去买外口的商业保险，你买有甲买无？哦，你安尼算就好啊。安尼一定会好啦。你算以外险就好啊啦。你想，因为你若讲基础的，我一定可能咱基础超可能一个月50几箍尔吧。一个月50几箍。是。但你50几箍，万不离吼，若出代志，一个月50几箍，一年才偌济钱？你也想讲600外箍啊，但是你若出代志的时阵，万不离足不幸出代志的时阵，你也保45800人，赔你2个月，毋多已经赔你9万几箍啊，就讲后壁继续拢莫讲，失灵拢莫讲，所以种种吼，你敢若算这个计数，你嘛知影讲，这绝对毋是商业保险会当卡的物件，而且对家己的职业有一种风险的意识，我感觉这嘛对足重要。对，因为即马有真侪人伊是减的，嘛有可能用减的啊，伊即时就有上班了嘛，暗时才减要走嘛，假日才减要走嘛，你感觉讲我都已经有劳保，我那就搁加这个职业灾害保险，毋是因为袂当安尼想，你因为你若今仔日是伫公司上班，下班暗时去送迄个外送，你送外送的时阵出车祸的时阵，你这劳保敢要赔？无啊，你毋是你因为毋是这身份啊，对啊。所以咱感觉讲，你对你做啥物工课，这工课就是有风险，有风险咱就尽量会当家cover起来，这才是对家己性命甲对家庭的一较大的保护啦。有影，所以咱咧讲这个劳权爱提升，但是咱的这个劳动意识嘛是爱提升啦吼。所以咱继续来看讲吼，真正咧吵，毋是咧吵啦吼，就是咱讲咧讨论这个外送员平台这个部分吼。过去嘛有看到讲有公司因是用偷鸡薪咯，这款的关系然后有这劳健保，但是咱头段嘛讲着吼，咧拍开市场了后，哇，这人都变做冒石头的吼。这个案件来去算伊的这个计数，但是即阵佫传出啥？这个算件这个计数竟然佫去用泼薪水，然后咱先做来看。外送员主工会，外送员主工会，全国外送产业工会，全国外送产业工会。外送卡网放伫咧头前，大声喊口号。各大美食外送平台的外送员20伫劳动部头前宣布，要来成立全国外送产业工会，保障外送员的权益。以中彰投熊猫来说，大约平均少1到3成。那 Uber 的话，台北北基大概也少差不多1到3成左右。像我以前有跑过24小时99单，那到现在大概24小时可能连50单可能都不到。工会讲，亲像Foodpanda、中南部都会区的上架车主，2019年是70块，不过到2021年刷了到剩44块。Uber Eats 的部分。台北、新北、基隆地区的平均基本车资嘛，为2019年的65块到75块，落到2021年的43块到50块。工会讲，平台减薪水，外送员会有更较侪趁钱的压力。为今年3月Foodpanda实施减薪开始，职业灾害的数量是提升3倍。像熊猫，他说我其实鼓励你们慢慢去骑车，但是变相又有系统提醒，说你现在超时1分钟、超时2分钟、超时3分钟。对，去逼迫你变相的叫你骑快一点。我是有听过司机说超时的话，单子会直接被转走，就是直接被系统拉掉这样子。工会指出，真侪外送员出车祸，唔敢向平台汇报，因为会烦恼家己的口座和平台的侵权。工会讲，一寡县市有家己的外送驻地条例，目前工会短期的目标会以推设这款驻地条例为主，未来嘛会推设全国的修法来保障外送员。呼吁大家就爱来加入工会。针对工会指控Foodpanda回应，调整报酬是为着互远距离的订单有较合理的报酬。Foodpanda强调，因是无甲任何同业有联合的行为。Uber Eats部分记者伫发稿进前也未得到回应。记者郭碧君、陈保罗台北报道。是咱看到讲，这泼薪水这动作吼，实在心过喊过啦吼。咱看2019年的当阵，平均吼每单还有65块至75块啦吼。即阵吼，伊讲要算你的这个距离啦吼，有诶吼基本费吼，甲你增加这个43块至50块啦。有人讲吼，可能你着爱这个算走远途也好，还是讲今仔有落雨吼，加起来到过去的这个水准等等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这个部分，即阵咱讲外送员要去做这个工会来去争权益啦吼。头拄咱嘛请教这个癖好啦吼，咱继续来请教这个。
配合啦吼，安尼减薪落去啦吼，恁的这个权益到底安怎来去影响啦？哈，恁这阵做工会面对到的这个困难是啥？咱头拄啊，这个来宾嘛有小可讲着，讲这个团体协约内底吼，讲若是要去做一寡这个保险的这个动作，拢是爱这个有这个头家薪劳这个关系啦吼，所以你安怎看咧？主持人好。伫阮进前咧讨论的时阵，普遍大平台已经搁甲阮的薪资降到42箍啊，上低薪资。搁降落去啊？是。搁降落去。伊拄宣布无偌久的尔。拄宣布无偌久。阮是感觉讲，即款情形无限制，一直降，一直出阮的薪资，讲实在是足无道理的啦。是。足无道理的。阮希望讲，阮嘛希望讲，政府会当协助阮。提出协助阮定一个较公平的方法，来协助阮讲维持阮的上佳的收入，袂当讲互安尼平台无限制一直甲阮付薪水。啊，伫保障的部分，我嘛希望讲，像讲意外险，还是讲职灾保险，还是讲未来可能阮的车险的部分，我嘛希望讲平台应该甲阮负担部分啦。对阮的风险来讲，遮尔，阮平常时伫路面可能是，坐可能10点钟、15点钟，少的嘛有3点钟到5点钟，迄拢一天哦。平常时你若上下班咧交通的时间，差不多1点钟就算足多啊。阮伫路面时间是别人的5倍、10倍，甚至讲15倍、20倍的时阵，那阮的风险就是较悬，平台袂当甲。袂当讲哦，我咧趁钱啊，是讲趁市占率，有诶可能无趁钱啊，但是伊趁的着市占率嘛。啊，这袂当甲，你想要趁遮个物件，袂当甲责任拢讲哦，咱这是歧视自由啦，这歧视的执行自由，袂当安尼讲啊。应该嘛是爱负担部分的责任，安才会合理啦。有影，感谢配合啦吼，配合甲咱讲真济，尤其咱讲吼，这个公司是毋是负担的这个部分，爱搁较加强啊，尤其针对人的这部分，针对车的这个部分，车险嘛是这个因家己走外送的这个部分，因爱去 cover 的吼，所以咱继续搁请教教授啦吼，这个针对这个部分，互付薪水也好，也是讲因的这个权益吼，公司这也是讲立法头顶吼，咱头拄讲到团体这个部分，因就是讲因无头家薪劳这个关系啦吼，安怎去透过立法来搁去做一寡修正呢？我先讲哦，不管你是这个头家薪劳的关系，也是讲你是所谓这个毛工课的这种关系，不管你倒一种劳动关系，基本上袂使讲某一边，譬如讲平台，以片面来哦，单方面就来改变这个计算这个薪水的方式，这拢是违法的啦，这拢袂使。好啊，即摆伊就是这，所以拢爱双方面来讲。讲了上面拢同意了，开当来做。所以平台公司实在是真够啦。有影，真正是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就讲好。啊，即马上大的麻烦就是讲吼，伊即马真侪这个外送员伊吼，平台拢讲啊，外送员和阮的关系是啥？是无工课的关系啊。所以我毋免照劳基法负担这头家的这一寡责任嘛，吼。是。但我长期来甲观察研究吼，我感觉讲其实表面上是讲是这个毛工课，实际上真侪方面看会出来，其实是头家薪劳关系。是，伊派工课嘛，数位的方式安尼尔。是用数位的方式去管理、去控制这个外送员。比如讲，每一个外送员，伊若接到这个单吼，伊来回透过手机啊去甲这个平台讲啊，阮已经接到单。是。啊，这个单以后吼，平台马上透过 AI 大数据分析 ，Google Map，马上伫个传送一个资料，伊个手机啊吼，马上出现讲倒数计时。伊用 Google Map 去算讲哦，你接到这个单含你即摆的所在到你的这个单，吼，甲送到伊的所在时间偌久的时间，啊，倒数计时迄压力足大呢。有影。啊，所以毋是讲外送员伊个人要去吼变紧安尼尔，是这制度呢，管理制度。想到伊 Google Map 迄算是直线最快距离嘛。是，你看东红灯，你车况状况是，还是塞车咧。是。好啊，这第一点就讲伊控制伊的工课时间，控制啊真严。第二吼，你若想讲送啊较慢，还是讲吼，伫这过程内面吼，你譬如讲你算一寡迄个汤啦，还是水啦吼，溢出来。哦。
会当甲你扣点，扣点甚至有诶是直接吼，甲你袂当互你去接单咧。这就是处分嘛。是。处分这是头家心劳关系较有诶呢。啊。你若讲你是一个平台，是无工课，平台哪会当去处分？是。平台拢无去解决这个问题。是，所以咱看到讲这个制度上吼，还是讲这个 App 头顶，虽然看起来科技的这使用实在是真正利便，但是伊内底甲你吼制约内底甲你控制这个部分是这样。所以这世界各国的学者甚至有的政府都讲，这有这啥？用国语讲，这有这虚假的承揽关系。假啦吼。假是。只是讲平台无承认嘛，嘛用一寡方式去规避这责任嘛。是。譬如讲，即摆上大一个新的问题讲。因为自从前年的10月，劳动部去劳动检查，讲检查9个平台，每一个平台抽5个外送员，结果发现讲有7间平台和这个外送员之间是头家心的关系。结果呢，而且去年开始有个平台就陆陆续续，去讲我本只因只平台拢规定讲，你外送员袂当去接其他平台的单，这样为着要讲我唔是头家心的关系，我。开放这个关系，你会当去接其他平台单，所以害到这个劳动部治安署吼，3礼拜前国务理总机宣布讲，因为这个规定开放啊，我无法度搁去认定讲因就是头家心的关系，因为前年10月讲9间有7间是头家心的关系，就改以后开放以后袂当，袂当的时候，我感觉这是产生新的问题，真侪新问题，啥啊？你真困难认定讲是这头家心的关系，无代表讲外送员和这平台一定就是无实头的。这头家心的关系和无实头关系中有真侪可能性。伊这界定吼，愈来愈无清楚咯。但是咱看，愈困难吼。譬如讲有一个外送员，譬如讲你是有工课，伊暗时来去做这个外送员，伊哪有可能暗时的时间遐等，哪有可能去走2间？是啊，是。一定走1间尔嘛。所以伊这嘛是同款是头家心咯，这款的形式较济啦。实际上是安尼吼。所以咱看到讲吼，咱这个劳工朋友吼，真正嘛是困难吼。尤其咱讲这外送员为着要做头路吼，抢业绩嘛看到讲内底这个 App 吼，甲因做制约这款这动作吼，非常的吼。真正吼不理因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做工会也好，等等也好啦，其实拢有难度存在，但是咱继续替因来去争取着这权利啦吼。所以咱讲5月初的吼是这个劳动节啦吼，咱嘛要改善掉咱这个上加薪水的这个部分吼，劳动都要安心，亲像咱讲吼外送平台，佮有所有的劳动环境拢要好啦吼。劳保嘛要改革啦吼，非典型的头拄咱讲的这个部分，工会嘛要强化吼。而韩国2个人都当做工会，做工会，香港7人，中国25个人吼，台湾需要30个人才当做工会啦吼。所以即阵5月初吼，劳动节就大有型吼，大家来行出来吼。来，小伦姐啊，感谢吼，这是感谢每一年5月正正吼，咱台湾新港界都会互阮有这机会来宣传吼。今年。这5月劳动节吼，阮的主题吼是这薪资爱提悬，年金爱保障。年金爱保障。这你看这知影这高速公路嘛，所以表示讲这2项代志对阮来讲，拢非常要紧，紧爱做的代志。爱开到8对，爱开到8亿吼。无啦，有可能像这年金的问题吼，超速嘛爱做啊咯。超速嘛爱做。因为吼第一。即摆薪资要保障，这是一个大方向嘛吼。这所有议题会使包括在内，比如讲少年人，即摆是薪水上低，厝买袂起，无法度饲囝，所以咱就生育率做全世界上低，唔敢生。去到你有伫个中高龄劳工，虽然。有中高龄劳工计划通过，但是问题是，我厝里还佫有比我佫较老的咧，我时代无人照顾，你嘛爱互我会当处理时代照顾的问题，我才会当上班，无我就等于爱离开这个工作去照顾我的时代，所以阮会提出讲，包括讲妇女的部分，青年的部分，老岁仔人的部分，这就是咱讲劳动安心的部分，爱加落去，对这非典劳动除了即马讲到这外送员包括艺术家这回嘛针对艺术家会来参加包括各种做到这唔是正
虽然讲你唔是正一代，即摆讲的斜杠啦，一个人做5个4头，嘿，迄是足正常的代志。哦，啊，即摆咱的法律拢对应袂调，无法度对着时代，这时代未来爱做改进。啊，当然，阮希望讲工会爱保障，因为还是真侪工会干部吼，伫咧争取的过程当中，哦，受到这个资方的打压，吼。啊，当然年金啊，年金这上大的问题，劳保到今拢唔讨论。我这烦恼的是，唔是讲哦，劳工团体敢若讲绝对袂使吼减。绝对袂使减是阮的希望，但是若到尾啊咧，到尾即马已经咁要破产的时阵，你政府抑搁唔紧处理，啊拖到尾啊，咱就讲你即马改可能是吼失血，你到尾啊改着雪崩，我即嘛是烦恼安尼知无？嘿，啊你不爱甲工，你不爱甲劳工讨论，所以讲烦恼嘛吼，所以即回就是主要薪水爱提悬，吼年金爱保障，吼啊真侪教师团体啦，吼工会啦，吼等等拢有来参加，啊包括拄则讲的外送员吼，阮有一个桥段，阮迄工嘛会共款叫外送。哦，我来叫外送，嘿，台上会看到，哈，对，啊，包括职灾哈，其实这个有一条吼，我有写着讲，退保以后才发现讲，你得这个病人，这嘛是爱互伊啊，哦，啊，所以这个法内底有写，啊，但是这道嘛有一寡吼，迄个老矿工啦，较早伫挖矿，嘿，对，陈佩正的，嘿，因这个嘛会行出来，表示讲。老工人我们要照顾，新工人我们要看到，嘿，那对，这在部分，好，所以让我看不到。啊，这个游行的路线真，因为疫情的关系，吼，缩较短，啊，人较少寡，有较少寡。咱希望中南部的干部吼，卖迄个坐游览车安尼起来，因为这群聚的时间伤长，好，所以北部的干部为主，吼啊，但是阮欢迎北部的民众口罩过来就会使来，哎，口罩过来就来，吼啊，然后阮的游行就是对这吼总统府，吼凯达格兰大道开始行。好啊，经过这自然路立法院，因为阮对立法院有期待嘛，希望因修法，吼啊尾啊，阮会行过吼，希望对着行政院啦，这个方向的行政院啊，哦，希望行政院该推出的法案紧推出啦，吼，比如讲这劳保吼，袂使搁囥啊，咱袂当吼换用选票吼换出来是。迄个结果是空头的支票，这阮无希望政府安尼，所以这届数据希望大家会当共同来参加。OK， 这个选票吼，莫换掉这空头支票，然后咱5月7劳动节大家好啦，徛出来吼，今日感谢三来宾，嘛感谢乡亲好评情况，咱再会，感谢，多谢。